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话说哩。好朋友，台湾话，我哪有分古早话甲现代话？你像讲即马，咱做爸母的咧教幼囡仔，讲当着熟悉的长辈，你路头路尾就爱共拍招呼。事实，即句拍招呼虽然目前社会真普遍，台湾人有咧讲，毋过正正是华语起来。国情啊，若安尼长辈人安怎样讲即句话？煞毋知影吼，长辈会讲烧酒问，阿伟啊呢？路人烧肠，爸啊你要对，嘛中昼食饱未？安尼叫做烧酒问，对呢？啊，甚至迄落无熟无识青疏人，你要共问一个路，嘛是爱共称呼烧酒问一下。猫咪兄啊，什么代志？啊，煞毋知讲下庄对倒去，我毋知啦。来，你对遮直直行，遐一个水缸，我倒手边，搁行三坡路，撞着一个墙顶，我正手边，搁种啊，你莫搁转吼。事实我是咧对比，讲较早咧讲烧酒问，即摆台语多数人拢讲拍招呼啊。毋过安尼生吼，会造成误解。什么误解？因为招呼这两字，传统老辈有另外用途。咱若开店做生意，人客来，就是爱招呼，吼，招呼老辈安尼先用哦，无毋对。来，人客坐来，无哪有坐，阮就两个尔，聊天顶甲安姑的两个。我是讲叫恁来坐，毋是讲足侪人来啦。我紧倒啊7的，要食乌龟来，阮即搭就对啊，你毋通惊毋着惊。介艺术，啊，讲到聊天顶甲安姑的，搁再举另外一个例，原来现代讲法甲古早无共。讲聊天顶脚穿布袋踏入，身穿布里的台湾衫，就国情啊穿的即束布里的，你甲看，这叫做台湾衫啦。啊，实在吼，即马现代人看到即落衫，已经袂晓称呼做台湾衫。咱会去学外省文化，去学北京语影响，讲叫做唐装。唐装这两字是台语我硬翻的啦，因为吼老辈讲法，即马少年家已经慢慢较清楚去。啊，是安怎讲我做台湾衫？煞毋知日本时代人就是咧对比讲，对西洋引进，迄落吼爱干呢去带配落去才会好看，穿得挺挺秋秋的西装，所以这款布料的凡夫走卒，真侪人拢咧穿咧台湾衫。就是对比西装的讲法，啊，古早的话咱那个扣呢，虽然新的事咱来学，古早文化唔通断，而且讲新的有色，旧的无灭啦。